大家好，我係素銘，歡迎大家入嚟傾下偈。世間上好多人講嘢中意誇大其詞，想引人注目，但係說話如果講得太過，往往會露出破綻，連自己都解釋唔通。今日素銘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說話反駁嘅成語，自相矛盾。喺戰國時期嘅楚國，有一個賣兵器嘅商人。佢為咗吸引街坊買嘢，就拎起一塊盾牌，大聲叫賣。佢話佢呢塊盾牌非常堅固，無論幾鋒利嘅武器都絕對刺唔穿。啲人聽完都覺得好神奇，圍埋去睇下有幾犀利。過咗一陣，個商人又拎起一支矛，大大聲咁吹噓，話佢呢支矛鋒利無比，無論幾堅硬嘅盾牌都可以一下刺穿。呢個時候，人群之中有個人企出嚟問佢：如果用你支矛去刺你塊盾，咁結果會點樣呢？個商人當場啞口無言，面紅耳赤，一句說話都答唔出。咩都刺得穿嘅矛，同咩都擋得住嘅盾，根本無可能同時存在。做人做事，說話要實事求是，如果前後不一，互相抵觸，只會鬧出笑話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希望大家鍾意。如果你想睇更多成語故事，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呢條影片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再會。